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受召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咱的兄弟索提尼写批予伫哥林多上帝教会，就是遐个甲伫逐所在呼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基督耶稣结连受召做信徒归属上帝的人。基督是因的主，嘛是咱的主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我时常为着恁在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伊通过基督耶稣赐恁恩典，互恁通过基督逐项得到富足，充满逐款口才甲知识。基督的信息已经伫恁中间坚固建立，互恁拢无欠什么恩赐，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伊嘛会互恁坚固直到最后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。上帝是信实，伊呼召咱，要互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恁大家讲话着一致，恁中间嘛毋通分裂，着团结，有相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。我兄弟姊妹，近来因兜的人有对我讲起恁中间有纷争。我安尼讲，是因为恁中间意见纷纷，有诶讲我属保罗，有诶讲我属阿波罗，有诶讲我属彼得，嘛有诶讲我属基督。基督竟然互人分割，保罗减有替恁钉死伫十字架，恁减有奉保罗的名领受洗礼。感谢上帝！基里斯布甲加油以外，我无甲恁中间什么人洗礼。安尼无人会当讲恁有奉我的名领受洗礼。有啦，我嘛有甲斯提反一家的人洗礼，其他有甲别人洗礼也无，我袂记得。基督无找我甲人洗礼，是要传福音，毋是用智慧的言辞传，才免互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。十字架的信息对遐个灭亡得救的人是愚妄，不过对咱这个得救得救的人是上帝的大能力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我要消灭智慧的人的智慧，我要气杀聪明的人的聪明。安尼，智慧的人伫倒位？经学教师伫倒位？即世代的雄辩家伫倒位？上帝已经互即世间的智慧变做愚妄啦。既然世间人袂当靠家己的智慧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对伊的智慧欢喜永远所传愚妄的信息来拯救信伊的人。犹太人求神业，希腊人求智慧。不过，阮宣扬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这信息对犹太人是阻碍，对外邦人是愚妄。毋过，对上帝所敬重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希腊人，这信息是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大能力，是上帝的智慧。因为上帝的愚妄赢过人的智慧，上帝的软弱比人较勇壮。兄弟姊妹，就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，照人的标准，恁中间无偌侪人有智慧，无偌侪人有能力，无偌侪人属上流阶级。
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，来互巧的人见笑；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，来互强的人见笑。上帝用卑贱的世间人所藐视的、看毋上目的代志，来破坏人所看重的。对安尼，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夸口。毋过，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，互基督诚侪咱对上帝来的智慧，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同时，诚做上帝圣洁的子民，搁得到自由。照圣经所记载，要夸口的人，着夸口主。